那我们这次在这个东桥重划区首次来引进53席的智慧停车柱，另外也因应地方社区的要求，5个大社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沿路呢来设置5支的智慧充电柱那我想台南市是这个发展智慧停车最快速，而且范围最大，而且营运的时间最久的城市。那我们也在第2期呢扩充我们智慧停车柱的功能，加上智慧充电桩，对于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利用充电的时候来顺便补电，然后解决他们的里程焦虑，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在这个东桥重划区来扩大建置智慧停车柱以及相关的充电柱的效果。那希望可以解决民众停车跟充电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升。目前我们永康区东桥里的人口数已经破万了已经来到10500多人那未来这1-2年大概有将近4000户要入住以及新建当中可能未来人口是会来到2万人的那么多那东桥里还有总图，还有大 7， 还有很多的公共建设在我们东桥里，所以我们的观光客，我们在地的人口数都非常多，所以我们急需很多的公共建设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停车位，还有一些充电桩。以我们社区而言，很多住户他必须另外一台车停在外面，或者是停到公共的停车场去，那变成造就于说，其实我如果晚上，大家下班回来，其实路边停车基本上都是满的。我们当初会争取这种电动桩，也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住户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车位装电动桩，我们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访客。因为外地来的，他可能想要充电，他找不到充电，那可能他在这种路边，他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这边总共有5个智慧充电桩，总共要在深设置53处智慧停车柱。所谓智慧，就真正是全能，就是说停车付费就一次完成，就不用再拿纸本的停车单，又担心被雨淋湿，又担心被自己忘记了，造成不必要的罚款。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智慧停车柱跟智慧充电桩结合在一起，也获得了财政部的这个表扬，获得2次的金擘奖。我们非常谢谢议会的支持，感谢台电的支持，因为这边就必须要在大楼盖好了以后，人行道做好了以后，才可以开始设置智慧停车桩。因为如果大楼没盖好，那可能很多管线然后布线，人行道还没有设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智慧停车。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施作的顺序来在一些重划区已经有人行道的地区，大楼已经盖好的地区，因为大楼盖好才有住户，住户才有这个使用的需求嘛。我想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让台南市更快速的迈进这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目标，也感谢刚刚提到议会跟台电跟交通局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台南成为一个智慧新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14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月丁港灯节将伫1月18盛大开幕。今年分做4大展区，邀请台湾、日本、韩国等15组艺术家团队参与，总共有66组精彩作品。文化局特别举办记者会，由市长黄伟哲来做宣传，欢迎大家做伙去咸水亲身体验。今年月丁港灯节将迈入第15档，对1月18开始到2月16，连续33天，伫清水公园展出以光的年轮规划艺术巷弄等4大展区。光轮光之年轮来做主题表达我们对于这15年来一个不管是回望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那年轮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无尽的一个循环，也代表着一个生生不息。强调灯节甲年轮同款，互台南的艺术遍地开花。这回邀请日本、韩国的艺术家
共同打造66组精彩作品，其中注定是球体般的无尽光轮，还有用水墨导演的作品。由冤景港灯节还有月之美术馆这个开始，一直到接下来盐水风炮达到一个高潮，所以动静皆宜，然后静态的光影及动态的烟火映照都能够打造出盐水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以咸水做典场，借着灯节，互更多人认捌台南。市长柯伟提邀请大家来看新年上水的水花艺术响应。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进前每到过年，水沟社眷村拢会传出喇叭的香味。在疫情期间，因为年会大家停办，所以南区面对里长陈水华，就带头家己做喇叭。因为用料实在、口味好，现主时数量是愈做愈多。不管是家己食，或者是送礼，拢真受欢迎。农历春节就要来到，过年期间一定要准备的年会。欠不了烟尘甲喇叭，台南市民德里办公处因为位伫水沟社眷村的范围，伫疫情期间，因为年会大家来停办，因此民德里长陈瑞华就号召里来长辈学习做喇叭，想袂到一做3-4档，而且量愈做愈多，成为里办公处一个过年的特色。其实会做这个腊肉，是因为在疫情的期间，那个时候。我们正好年货大街也停摆，那想一想，这个传统的这个节庆如果没有腊肉，真的不知道怎么过年嘛。所以我就跟我们的也是我们的李明跟他学做怎么来做这个腊肉。那试做之后，味道非常的好，于是他也很大方的就教我怎么制作这样子的一个腊肉。那因为学了这个之后，其实也分送给一些好朋友品尝嘛。他们也觉得这个口味非常非常的道地，就是眷村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腊肉文化的这个口味啊。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就每年应朋友的要求是就做一点来应景，然后也分送一些给他们。对完整的20-30斤，家己做来品尝，到现在40-50斤。对选肉到烹料的准备，但里长拢是家己传，不管是姜片、辣椒。或者是烹料的花椒、八角加陈皮等，新鲜的肉片对各烹料，用高粱加酱汁来浸泡2-3天，然后挂伫外口风吹日晒，大约1礼拜就会用来完成。我这边晒了40斤，那因为晒太阳它是会缩嘛，肉会缩，不是像熏的，它可能还是原来的样子。那熏的时候它收因为什么要晒太阳？可以把它的油脂把它逼出来。那我们在蒸的时候，它切片以后，它里面肉是呈现透明的，那吃起来味道是非常道地。而且我用的料是，我是很舍得用好的一个香料跟酒，我这是纯高粱酒，58度的高粱酒下去腌制，所以可以闻到酒香味道非常的浓厚。为什么要在腊月做？因为腊月的这个腊肉香肠是最好吃的。时间最对味，气候也最好，所以为什么腊月腊肉，这个道理在这边。里长表示，所谓的腊肉，就是爱伫农历12月来制作，因为天气好，加上风吹，才用制作出贯村年节的风味。加上为了惊蠓虫来沾，里长还佫用晒肉架来盖上蠓搭，兼顾卫生甲健康。第一批40斤的腊肉就将要完成。接下还有50斤，准备来浸泡甲吊挂。完成的腊肉除了家己食，另外里长嘛将作为馈赠亲朋好友的伴手礼。如果民众有兴趣，嘛用个甲陈里长来下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南区第家高处伫去年成立13点文化工作室以后，新的一档透过学生的参与，进一步推出台港文化电商。甲社区博物馆的3D 动画等微型公用艺术，除了留下珍贵的历史回忆，嘛为台港乡村加添一位文化景点。有98栋历史的第一家古厝，近年来除了开放成社区博物馆，去年中秋3代亲友的见证，嘛为13点文化工作室揭牌。
在新的一档延续这份热情，社区大学大港分校结合阿兰区公所、昆山科技大学空间设计系师生，共同推动微型公共艺术。在古早门窗或者是墙顶设计灯箱，这拢是学生经过产业调查，用于大港过去龙溪川生活故事的手绘作品，借此留下珍贵的历史回忆，包括大家后代相当感动。我们都是以画作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就是成为一个历史的一个回忆。像光帽就是代表这些人可以，希望这些人可以升官发财。然后像竹子的话，就是节节高升。我看这些灯箱的时候，我感觉看这看法心情好起来，真欢喜。是讲等于讲吼，迄脑筋内底的，伫阮阿嬷甲阮安尼想较近嘛，迄是古早的经验。把过去的生活文化历史隐藏在一个艺术品当中，去转印出来，让更多人来看的时候，可以从这样的艺术品去了解到先人大港先民拍拼的故事。那更重要的是，它嘛不是讲过去，它有个愿景在。这个愿景就是讲，看到咱过去的农村是有文化的。有在地亲近的文化艺术，确实使人感动。会中阿兰区公所嘛颁发青年社会参与的感谢状，由3位同学代表接受。地区跟我们的一个科技大学来做一个地区的一个文化的连接哦，来创作一些像咱这地古厝啊好啊，迄个微型创作，然后把我们的台江历史文化把它融入。青年以专业技术对来制作大港文化灯箱，也提出3D 数位动画来活化茶家古厝的实景空间。伫首次放送选定茶家厅堂特别有意义，也为大港乡村佮加添一位文化景点。今日新闻军集采访报道。迎接农历过年，台南主席特别举办冬令发放甲围炉的活动，除了发送年节的物资，予1426户照顾家庭，佮赠送互惠红包，举行会顶 DIY， 同时做伙围炉，感受年节温暖的气氛。30名主席青年志工甲峰会菜肴捧上岛，台南主席分别伫仁德静思堂、善华、安平、新营举办冬令发放甲围炉，邀请关怀户、照顾户来提前过年。过年的时候会给他一个全年的物资卡，好让他们可以在过年的时候买一些东西啊、物资啊，然后可以回家煮一点东西吃，这样子，然后让这个年过得很温暖。当中有安排义诊、义诊等服务项目，还有环保通玩、歌丁 DIY 体验，非常趣味。外口也有小号单位，会当拣物资载转去厝。即天有一场小型的岁末祝贺，除了发送互惠红包以外，还有手艺表演等等，相当的精彩。另外，照顾户张先生嘛特别就台分享受到帮助的过程，表达感恩之意。讲要甲我起厝啊，我嘛真正想袂到讲，佮真正有人遮好心嘛，真正甲我会当帮助足济啊。那时候是只有一个房间，然后张大哥是睡在地上。那其他的，当然大姐她有医疗床可以睡，妹妹她只能睡在一个行军床上面。那是处境是算是很比较，我们来看来当然是觉得是需要协助的。志工队开3个月时间，甲张先生的厝做整修，互因安全舒适的环境。主席用爱小伴，互关怀家庭心灵得到瓦靠。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
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一位82岁女士因为是末期的药剂病，一礼拜爱洗3届药剂。半个月前，因为排便是黑色的，加上头晕无力，到大病院检查，初步诊断是消化道出血。不过，这位行甲大肠行，拢找无出血的所在，最后透过胶囊内视镜才找到出血点。当时用气囊式的小肠镜，才顺利来止血。基比病院胃肠肝胆科的医师吴佩瑞表示，小肠出血无像胃、12指肠甲大肠出血，会用由传统的胃镜或者是大肠镜来诊断治疗，而且小肠出血因为较少看，大约占胃肠道出血的5%，伫个诊断治疗上比较困难。现在有了胶囊内视镜，甲着气囊式的小肠镜相同的把关，互小肠的出血诊断甲着治疗变得较容易。一般如果我们小肠镜跟气囊式小肠镜是套管啊，这个是一组的。一般小肠镜是推拉式的小肠镜，然后如果要再进一步看更深的小肠的话，我们会再加上气囊，就是气囊式小肠镜。以我们医院来说是单气囊，就是它这个前面有一个气囊啊，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这个会从嘴巴或者从肛门进去人身体里面，然后从嘴巴的话就经过小肠十二指肠之后，然后再把这个套管往前推啦。我们会把套管往前推，然后再把套管打气，让它固定在小肠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再往前伸缩，然后这样借由这样子一进一出的伸缩，然后把整个小肠看能不能从上面大概可以看到一半左右这样子，然后如果那个出血点啊，或是病灶比较靠近下面，我们会选择从肛门进去，就是看完大肠之后再往上看小肠，所以我就必须要搭配可能胶囊内视镜或其他的一些工具啦，然后去定位那个出血点或是有问题的地方，再靠近小肠比较上或比较下，因为小肠非常的长这样子。医师表示，虽然小肠出血发生率无高，但如果是老年人、慢性腰子病、心血管疾病、肝硬化，或者是使用一寡非类固醇的抗发炎药、抗凝血剂等，小肠的出血几率就比较高。因此，有胃肠道出血一定要找出出血的原因，才用对症治疗，避免病情的恶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经过360点钟的训练，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健康产业制作班1月14正式结婚。在结婚典礼当中，学员迎接过年，特别用增加鸡肉、减少脂肪为主题，设计真侪健康、美味、无负担的年菜料理，展现因学习的成果。这一道一道色香味十足、搭配年节装饰所包装的料理，看起来就令人食指大动。当然，除了美味，更要紧的是吃起来健康无负担。这群参加中华医大健康餐盒制作班的学员，在该校金牌教练和老师指导下，迎合过年气氛所端出的年菜料理，都可以增肌减脂，来展现学习成果，并有信心投入餐饮业。很感谢就是中华医师科大海劳工局合作，让我们参与这样子的课程，然后收获满满。我们这个课程呢，主要是教我们做一些有关增肌减脂的健康料理，对，符合现代人养生的一些概念。那所以我们的餐点呢，设计就是会低热量，然后低油脂，然后高营养为设计理念。学到一些知识之后，结训之后也是要往餐饮方面工作这样子。也谢谢学校这边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学习到这么多的知识。的金牌的厨师，还有我们的专业的技术老师都全部的都用在这个教学的上面，让学员能够学以致用。然后我们也希望他们将所学的厨艺的部分应用在他们未来就业的一个市场。学员除了展现好手艺，在结训典礼也以韵律舞蹈来开场表演，强调养生，也运动健身就是课程的一环。会中包括劳工局长等许多贵宾都到场见证他们的学习成果，因为透过产官学的合作，让学员从完全没有经验到可以独当一面，达到结训及就业的目标。
看到学员大家都带着非常高兴的心，终于今天结训了，他们会把这样的经过老师培育出来的职能带到我们台南的职场上，扮演职场达人来服务大家的部分。尤其这个班叫做健康餐盒，这样所以健康2个字对这个餐盒就有加值。在这种崇尚健康的这个时代里头，怎么样吃得健康，吃得没有负担，这真的是我们一门技术。那我们在这边谢谢各位支持我们中华医师科大，也祝福各位，学得这一技之长，以后出了社会都是我们华医的校友。经过360个小时的训练，每位学员都自信满满接受结业证书和各项荣誉的肯定，也祝福这群华裔人在健身餐饮市场开创出一片天。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一间由一对有情人共同经营的面店，将台湾本地食材甲国际风味巧妙的结合，打造创新的凉面。店内凉面涵盖日本、韩国、泰国、法国、台湾等等多国的风味，并且佮推出季节限定小的汤面佮大面，互人客品尝到无同款的新滋味。五粮面的凉面拥有日韩泰法中台等多国风味，每一款面条都搭配特调酱汁，呈现出独特的味觉魅力。这道招牌宜兰鸭赏凉面将鸭赏与柑橘酱汁结合，口感清爽，风味十足。面条选用冰镇处理的天使细面，提供更加滑溜爽口的口感，让顾客体验到不一样的凉面享受。宜兰鸭赏凉面这一款呢，它非常的有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创始就在宜兰头城。那我们当时在想，就是宜兰它的特产是什么？主要其实有3样，一个是鸭赏，一个是金枣，那还有一个是胆干。那大部分会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其实就是鸭赏跟金枣。那于是乎，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我在鸭赏上面加上一些跟金枣类似柑橘风味的酱汁的话，吃起来会是如何？所以我们后来做出来之后，就发现它吃起来意外的清爽。自2014年在宜兰头城开业，五粮面便凭借着创新凉面迅速吸引食客。这间由一对有情人创立的小店，将传统凉面与国际风味融合。2021年搬到台北东区，继续带来创新的美食体验，并开发出许多凉面、热面，都让顾客感受到惊喜。我们目前所有的面里面大概就分成2种类型。一种是凉面，那凉面它的特色呢，主要是用日本素面，还有意大利细面。那这2款面呢，在处理上面我们都会先冰镇过，所以我们的凉面是真的是凉的。然后再搭配上就是有目前的话，全年有常态供应，就是有5种酱汁。那这5种酱汁的话，会根据menu 上面告诉你它的产地或者是它的国别，然后去做分配。那第2种的话是那个热面，那热面的话我们是有分干拌面跟汤面，那基本上它用的面体就是只有1种，就是宜兰拉面。那为什么要使用宜兰拉面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口感，它吃起来非常的劲道 Q 弹，类似现在大家市面上很常在吃的就是战旗乌龙面，所以只要客人吃过，就是印象会非常的深刻。那我们所有的热面也是一样，是我们自己独家研发跟开创的。五粮面的热面就像是一幅艺术创作，鲜红意大利肉酱外衣拥有满满在地风味内涵，面条 Q 弹有味，还有香港师傅讲求的浓郁汤头与叉烧香，多国面食体验让顾客享受出国品尝美食乐趣。它看起来如果没有说，很多人会以为是意大利肉酱，可是实际上你们吃下去之后就发现完全是2个味道。它吃起来比较像我们在地人很习惯的一些风味里头，然后它有一些层次，可能有咸有甜，带一点点辣，然后又是微酸微甜，所以这个吃起来的话，就是在以目前冬季来说，它非常的好就是吃起来很刷嘴。好，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那个香港叉烧汤面。香港叉烧汤面呢，跟现在如果大家常去的茶餐厅所认知到的叉烧汤面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呢是我们如果没有吃过的话，当你觉得叉烧汤面它应该是什么味道，我们就是用我们想象的那个方式去做。因为我们的创始是在宜兰头城，所以我们的店里面有非常多东西都采用宜兰食材。譬如说我讲的这个肉酱，肉酱里面它用的肉是宜兰的黑毛猪。那宜兰黑毛猪它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就是第一个它完全没有腥味，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充满了胶质，然后第三个就是它吃起来的甜味会比一般市面上的肉都是猪肉就是要来的鲜甜。好，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里面的面条，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用的是宜兰拉面。那宜兰拉面它的特色是在于这个面厂它是专门为宜兰在地的日本料理做的面，所以它才称之为叫宜兰拉面。那我刚刚有特别说明，就是它吃起来像战旗乌龙面一样 Q 弹跟滑溜。那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鸭嗓，鸭嗓的话一定是由在地的厂家去做，那这个才符合就是宜兰的工序工法，那还有风味。那还有另外就是像说目前这边没有秀到的，像说还有皮蛋，对，还有一些部分的蔬菜等等，这些我们大致上小鱼干啊这些，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使用就是宜兰的在地蔬菜。从宜兰的海岸线到台北东区的老屋，无良面始终保持着创新的精神。店内的装潢风格以冲浪板与漂流木等元素为特色，营造出轻松舒适的用餐氛围。无良面不仅是传递美味，更是一场充满设计感和情感的美食之旅。记者翁君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啦。高佩佩，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男女傻傻交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债，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啦。